好，请我们打开何西阿书第2章。何西阿书第2章，我们用教读的方式，从14节读到23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14节我来读。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使他葡萄园，就是他雅各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年幼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我为一许，不再称我为巴力。因为我必从你的口中除掉巴力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18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以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在这地树木年龄的，我必怜悯；归我们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上帝。谢谢。那个何西阿书第2章14节到23节是一个复兴的信息，前面是审判的信息，然后接着呢，上帝就应许他们要得到复兴。你知道这是终末的复兴，因为当时他们的国家正在灭亡的当中，所以这些东西是将来的。然后呢，你看14节到23节有一个重复的话，来，我们来看16节那里有没有说耶和华说那日，有没有？好，请看18节，当那日，有没有？好，请看21节有没有说那日？所以呢，复兴的信息刚好有3段那日，拆成3个部分。所以2章16节到17节是我们上礼拜读的，就是14到17节上礼拜读的。那我们今天呢的重点要集中在18节到20节的第2段啊。我们下礼拜要21节到23节啊。有人会问，牧师啊，怎么讲那么少？其实因为这是诗歌题材，诗歌题材用太多的象征，了解吗？如果不解说我们照字面看就会望文生义，所以我们要解说清楚。然后呢，我们把圣经的解说清楚了以后，我们才会找到信息，才会应用啊。今天我在安平堂，有一个人拿那个灵修的书在带，我一看，哇，那个圣经读完了以后，他旁边的信息和信息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讲1-2个故事。我觉得这样子带下去很糟糕，把基督教变成说故事了，心灵 SPA 了，跟圣经的经节的应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了解清楚了来用。好，那你有没有发现？来，我们看14节到17节。14节到17节，你看前面来14节说：“我必劝导他，领他。”有没有？这是第3人称的单数，是不是？然后呢，到16节呢，到那日你必称我，有没有？转为那个了。好，那我们今天的18节呢？到那日我必为我的名等等等。然后呢，第19节说：“我必聘你。”有没有？第2人称的单数，所以它的人称一直在变。好，你看21节，到那日我必应允天啊，那等等等。好，所以这些都有整个变化。那我们这些变化呢，等一下我们来了解它为什么要这样的变化，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前面的第1段，我们上礼拜讲的第1段，这个第1部分重点放在亲密的爱，重点放在亲密的爱。
那我们知道前面讲到原本第2章的前半段讲到审判的信息，讲到何等严厉，同一个上帝转为用爱的呼唤，然后呢讲到多么甜蜜的话语，然后呢我们今天进入第2段，第2段呢就不再是口惠，而进入了一个注重外在的重建新的婚约，而且是将来的新约用和平做基础，所以这里呢就展开了2面，好，这展开了不一样。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回过来，我们来看第18节。第18节，好，我们为了要了解18节是一个面向，然后呢19、20节是另外一个面向。好，所以我们把18节读一遍来，再一起来。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好，这里提到上帝要为以色列人带来和平跟安息，他用2幅图画，用2个画面来象征。那我们要了解犹太人是全世界少数，他的犹太的思考跟希腊思考不一样。希腊人喜欢用抽象式的思考，那犹太人喜欢用具象的、具体的画面来讲的。举个例子，譬如说我操心背叛，我忧心痛苦我们的中文就会把心揪成一团，有没有？心，那圣经上没有讲沮丧这句话，希伯来叫做我的心消化如水，有没有？我们上礼拜天的讲道里面讲到，上帝他的脸是光的源头。上帝如果向你隐藏他的脸，表示上帝不理你；上帝转脸，表示上帝怎么样？遗弃你，有没有？对不对？上帝向你扬脸，表示用他的脸来关注你，但是用活生生的画面。好，所以18章讲到，18节，2章14到17讲到上帝这么爱，那要把你带到哪里呢？他就讲了具体，用2个画面。你看，第一个画面是与野兽、飞鸟、昆虫立约的画面。好，第2个画面呢是毁坏所有战争武器的画面。他用这2个画面来告诉我说：你们知道吗？到那日子，我要把你们带到哪里呢？我要跟野兽、飞鸟、昆虫立约。这句话我们看不太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北国以色列就知道他们的战争够以后，然后呢，外国的军队进来了，亚述进来了，就把他们防止野兽的那些篱笆全部都拆毁，军队逐区而入。所以呢，他们而且又引起了饥荒。那时候昆虫、蝗虫整个把庄稼吃光，然后野兽进来吞食人。哇，那个画面呢，就会看起来进入洪荒时期啦，他们都很恐惧。然后这里呢，讲到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再害怕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爬行的毒蛇，会伤害人，也会毁坏你们的庄稼。你知道吗？上帝要亲自为了你们的缘故，我跟这些立约，叫他们怎么样？不要再蠢蠢欲动了，不要再伤害你们了。意思，所以以色列人听了，哇，好感动哦！我们这是我们要的，那样了解吗？如果我们不了解他背景，讲这个跟我们关系。好，那这一节呢，又跟前面有关系。来，我们打开1章7节，不对，2章12节，2章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我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他们把上帝给他的葡萄园跟无花果树，上帝给的，他说不对，是巴力给的，了解吗？他们简直是莫名其妙。丈夫给他的东西，他拿去讨好小王。
而且反而说这是小王给我的啊！你说那个原配气不气啊？就是这个背景。所以上帝在2章12节叫做定义毁灭葡萄园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呢，这时候上帝取消了。上帝说：“我要跟野兽、飞鸟、昆虫立约。”好，这一集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会面临的是，你重新回来成为野兽之王，昆虫也不会害你们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画面。等一下，我们就来谈这两个画面到底跟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画面，他要毁坏所有的战争武器的画面，意思就是上帝不再容许敌国的军事入侵，所有战争的武器，譬如弓、箭跟其他的战具，都要被折断，并且远离以色列国土。好，这一节呢，我们来看1章7节。好，我们回过来1章7节。1章7节，我们来读一起来。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靠耶和华他的上帝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你们知道吗？他们那时候夹在两国之间，两大之间难为小啊。两大之间难为小，他们的国家那种比塞多，那亚述是大他们都上百倍，然后南部的埃及所以他两边讨好，他认为所有宝全压，用刀用埃及的刀剑来攻打那个，他在玩，结果这时候呢，上帝本来只说他要救犹大，1章7节是要救犹大。好，在这里呢，讲到了什么？讲到了说，上帝将来连你们这个悖逆的以色列，我也要拯救你们，使你们怎么样？他说：“我要把这些弓刀剑折断，并且远离以色列国土。战争意味着荒废重要的田地，而且战争也毁掉了所有防御动物侵袭的扰乱的城墙跟守望楼，都被毁坏的。然后呢，这时候重建了。”意思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呢？我们看18节的下半节，18节的下半节说，怎么样使他们安然躺卧？意思就是使他们高枕无忧，使他们呢，这些人呢，再重新安居乐业。那这句话呢，是上帝在利未记26章第6节，我们不用翻，我来读哦。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意思就是你们就要恢复我当年在利未记摩西五经所应许你们的。那时候没有恶兽，也没有刀剑，恐惧完全除去了。恶兽跟刀剑就是战争啊，这两个常常相提并论，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当时正在战乱中，田间受影响，生产非常的少，然后再遭野兽的侵害，粮食更加缺，所以他们没有安定的经济生活。所以这个平安的应许是以色列人所深切需要的。而且你知道那个何西亚的长子叫什么名字？叫耶斯列，有没有？耶斯列的意思就含着审判信息，就带来战争的入侵。所以亚述的弓箭要折断以色列的弓。所以到了2章18节呢，上帝要把亚述和各种战争兵器从以色列国土除尽尽。OK， 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就叫他们回到上帝刚刚创造万物的时候，跟受造之物有一个和睦相处的，其实就回到创世纪1章30节的应许的伊甸园。你知道上帝要使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对不对？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野兽、海里的鱼和各样的牲畜、昆虫，对不对？好，在这里呢，讲到当那日。好，那我要问大家，请问这个当那日到现在以色列国还在战争，所以就以色列国还是没有临到。那这里很明显讲到两件事情：
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准备了5个钟头，还是想不出来说这到底要讲什么信息。直到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整个通了。你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叫亚当去为动物取名吗？因为他们当时的故事就是，你为一个动物取名，就表示你制服它嘛。意思要亚当啊，你真正要制服群兽，每一个人要制服自己的动物性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动物伤害我们啊，地球最大的害虫是人类啊，人面兽心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会除掉我们里面的实心，换上肉心，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啊，不再相咬相吞，不再那个我去以色列参观我感慨很深啊。那些退伍老兵啊，以亚战争的，断了一只腿的或者断了手的啊，他们没办法工作啊，怎么办呢？他们就专门负责浇灌那个树了。他们跟我讲说，你不要看这个树这么高这么大。他说：“每一棵树都是我从树苗这样把它养大的。”他说：“历代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把树都毁掉，所以野兽不可怕了，人面兽心更可怕了，对不对？人心隔肚皮呀。所以在这里呢，在预言讲什么？当那日是指的耶稣基督来了，把我们除掉，使我们有重生，使我们有个新的的灵，那就耶利米所预言的。”很显然，人类要胜过它里面的动物性、兽性，跟整个自然界的破坏，需要人类生命的改变。那这里就要讲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好，第二个呢，那些战争，你知道战争是因为什么而来？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撕裂了。人跟上帝的关系撕裂了，人没有从上帝那领受爱的源头，所以以至于人与人之间想扮演上帝，想制服人、压榨人、贪婪，对不对？所以让中国这么大了，哇，好大！整天想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好可怕，那个国际的战争啊，了解吗？美国这么大了啊，什么时候？我会想起来那个都很可怕。人类的贪婪，所有的执政掌权者都希望成为全世界的霸主。然后呢，人与人之间、商业之间的伤害，真的呢不想留给人一口饭吃呢。我台北有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说：“陈牧师，我虽然当建商但是我要让我盖的房子，要让那个卖我土地的人有得赚。”然后买我的房子的人也有赚，然后帮我盖房子的人都能够赚，而我也能够赚。所以他说我要求市盈，他说他因为要求市盈，所以他利润就很低。那我在台北遇到一个弟兄，他的公司80几个人，我说你怎么不去大陆投资？他说我干嘛去？他说我去大陆投资一年大概赚多1000多万，可是我这些员工50几岁了，从18岁跟着我到现在。我走了以后，他们现在每一个人薪水7、8万。我走了以后，他们留在台湾，薪水找不到2万5的。啊，这些人50几岁，他孩子正在读大学。他说：“陈牧师，我忍心走吗？我再怎么苦也要留在台湾呐、了解吗？我有责任感呐、所以人如果不贪婪，人如果没有仇恨心，愿意赦免人，这种人叫什么？和平之子。和平之子的耶稣基督在8福里面都说什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存感恩的心，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愿意原谅他，愿意放他走，从我们心中里面原谅70个7次。所以我就发现，我到50岁以后，几乎没有敌人了。人家怎么伤害我，对我来说，我都一笑置之了，反而产生怜悯心了，产生怜悯心。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教会不要再是活在变成征战、比较、竞争这样的。今天我们去见到一群老同工有一个人就在讲说：“哇，师母，你的儿子好成功，什么成功？”师母看起来说：“干嘛？每一个儿女都是向上帝负责，对不对？哪里要把别人踩下去，我的才成功，你的不成功？当传道人还在玩这个游戏。”师母当然讲到他脸都绿了。我跟师母说：“不要这样啦。”其实这样，他说我们这些当传道人，
尤其地位这么高啊，自己的观念都错误，教导人家看你的不成功，我就瞧不起你；看我的成功来那个，这样子是很糟糕的。在那比较、竞争、差别心、差异心，结果我们基督徒变成比佛教徒还不如。求主怜悯我们。真正这个应验是应验在哪里？应验在我们心中。当我们心中里面不贪、不自我、不想要压制别人、比较别人，这一些我们整个改变了。所以这一段何西阿书的预言，什么时候成就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学习基督的榜样跟典范，帮我们把我们自己从宝座上下来的时候，让基督的怜悯心、慈悲心掌握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我们来看第四个，更精彩。我们看第四个是上帝要以聘礼重新跟以色列人建立夫妻关系，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他，这是2章19节到20节。那这段圣经我们看起来这样很表面看起来，其实他用三个画面。好，来看，我们来看来，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这是一个订婚的画面，有没有？看到了吗？是订婚的画面。然后呢，他把刚才的他们转为你，我聘你为妻。你有没有发现？他把他们转为你，第二人称的阴性，就女性的你，这个画面就改变了，了解吗？它变成是个别性的。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画面。第三个画面是以仁义、公平、慈爱连续聘礼，也以诚实聘礼。换句话说，这里是个五重聘礼的画面。上帝要聘我们，他用了五重聘礼啦。好，五重聘礼啦。如果是台湾人，一定是六重啦。因为什么？无三怎么样？不成礼结婚是要美好好事要怎么样？成双，所以3乘2一定6了，这样了解吗？6了6呢，再 double 就12了。所以周仁华牧师说，他们那里的礼订婚棉被要12条，不然就24，不然就什么36，不然就72。所以说他姐姐结婚的时候，那个嫁妆的棉被一共72条，实在怎么可能盖那么多啊？就是这个象征好了，好66大顺嘛，这是象征可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认为最丰富最美的呢，完美是7丰富是5，不然就10。所以马土撒拉的寿命都是5、10这些这个都象征性的。好，这3个图画过来以后，我们来看第一个画面我们看订婚的画面。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讲的是和平的关系，现在进入了婚姻的法律跟盟约的属性的关系，把它聚焦在这里。现在把它具体了。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订婚的画面。那个聘你为妻，那个聘定就是文定，就是订婚，所以是婚约重建起来。比刚才前面比第一段讲的我要去娶你啦，1章2节。要爱你3章1节，说安慰的话2章14节，或者你要应声这一些就是你情我愿，眉来眼去，这些比这些呢更具体的行动，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再了解这个聘礼呢，以色列的风俗是这样请注意，以色列的风俗一定是一男娶一女为妻，了解吗？这个，然后呢必须付聘金。就是给新娘娘家呢恰当的聘礼这个跟台湾礼俗一样，台湾礼俗还有大订小订呢，对不对？大订跟小订小订叫什么？小订的聘礼叫什么？叫做尼摩吉嘛。大订的对不对？通常会退还大订，但小订都会留嘛，都留，因为把孩子养大的，把女儿养大，喝奶的那母奶的。那有一次我去参加个婚礼结果呢，对方拿了60万来，是借来的啦。结果那个女方的妈妈说：“全部都要。”结果那个男方的脸都臭的要命，都垂下去，都怼胸过。结果他说：“没有啦，我只要第1章跟最后1章啦。”他就抽2张出来，说表示有头有尾啦。我说：“不对，
我一讲不对哦，那个女方的那个妈妈更吓到了，她讲一句很激烈的话了，对不对？啊，怎么被这个牧师这样讲说不对？我说不对哦，你这2张是新的哦，是好的哦，所以叫做好头好尾。哦，他说松了一口气啊，以为他说有头有尾不对。我说哟，是好头跟好尾啦，不是有头有尾呀，就这样子。好，这个女方一接受聘金以后，就表示许配给那个男人了，聘礼已经交付清楚了，对方的家庭不可以再提异议。所以我们就知道玛利亚跟约瑟订婚的时候就是这个意义。好，第二个点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聘礼呢，是包括亲戚跟监护人达成协定，所以是2个家族的。所以玛利亚怀孕了，约瑟不会公开的羞辱她，因为只要双方的家长跟那个监护人一知道的话，一定是对簿公堂，然后玛利亚就被抓到城门口，活活的打死。还没打死以前，聘礼全部都要回过来，因为他羞辱了他的夫家。也羞辱他的父母，哦，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约瑟的智慧，好，约瑟的怜悯心。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旧约的义人是一丝不苟的照着法律审判人，可是新约的义人呢，是为人网开一面，给对方第2次机会跟恩典，把上帝的恩典跟慈爱放在公义之先。啊，请问这是谁做的？上帝做的吧？上帝本来刚才不是讲那么多审判吗？现在转为恩典，要聘以色列人为妻，这样了解吗？重新来啊！要聘的这些以色列人又是这么坏，对不对？拿这个丈夫的钱拿去倒贴小王，啊，这整个那个，而且有上帝要这样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约瑟这个义人其实是他夏娃和西阿上帝的作为？哦，这样了解哈。好，我们来看第3个。这个聘妻跟正式履行婚约之间有一段距离，《申命记》20章第7节，28章30节，所以在法律上他已经完全属于未婚夫了。在《申命记》22章23到27，而且终身属他。所以你看第19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那个“永远”的意思，就是不改变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教的婚礼是从旧约以来的教训是一男一女，了解吗？一生一世，哦，这样的婚姻。那我希望现在在同信念运动这么深是在改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这个社会的实验组。这个社会是一般的对照组，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另一方面，把上帝真理活出来。哦，这一方面。好，这个了解了这个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请注意，所有聘礼只给谁？以色列聘礼只给处女，只给处女。你有没有发现？何西阿从这3方面来讲完了以后，充分显示以色列人跟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订婚是坚定的，是不能改变的。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婚礼竟然不是将破裂的婚姻重新挽回，或者加以补救，就将就啦，对不对？这recycle了，recycle国语要怎么讲？哦，就回收啦。你这人间村的要收废地，已经烂货了，我这个收废，我来收破烂的这样。可是圣经上没有呢，圣经上对于这个犯罪、败坏、堕落的以色列人，竟然用什么？用处女才可以的聘礼重新聘他，而且这个关系是永久的，是永远的、持久的、永不改变的，是终身的。哇，太奇妙了！这里很显然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那个旧约的先知说，当我们一认罪的时候，上帝把我们的罪呢丢入深海里。那有个传道人说，上面还写着禁止垂钓。
哦，了解吗？上帝把丢了以后就不见了，就给你重新的了。这个好美啊！你有没有发现，用订婚这个画面，竟然把给处女的聘礼用在以色列这个所谓的叫做破铜烂铁，是这样子，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啊，超过我们的重过犯。这是上帝不断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恩典，每一日都是新的。只要我们悔改，我们恩于回头，这是上帝的恩典。来，请注意，请问浪子回来的时候，把老爸的财产花光了，有没有？是老爸还没死，他没有资格嘞。他如果是老爸死了，要哥哥继承家以后，哥哥才分给他嘞。他在这里简直咒诅爸爸死嘛，对不对？他回来，他哪有资格再当儿子？结果相离远的时候，爸爸跑去抱他，连连亲嘴，再过来给他踏上戒指，给他穿上袍子。那袍子是儿子的袍子呢，戒指是儿子的权柄呢。再给他穿上鞋子，是家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通关进去的嘞。那表示他恢复儿子的身份，过去的就不再计较了，对不对？他那个儿子要回来的时候，怕爸爸不接纳他，他有没有写一个那个咒语？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只配做你雇工，有没有？他想说他爸爸大概给他叫做临时工啦，那雇工的现代话叫什么？派遣工啦，了解吗？我连长工都没有资格啦，哇，这里也派遣工了，随时你可以把我 fire 了。结果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他爸爸马上说：“来人啦！”他以为他爸爸要找人抓下打下地牢了，来人了。结果是什么？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去，这是上帝的恩典呐！上帝这样的恩典，请问弟兄姐妹们，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恩典来爱你的家人？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恩典来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有很多要求，对我们的配偶很多要求，但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是恩典在先，要求在后，先给恩典，给恩典。这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小时候你有不会注意好不好？抽水机啊，要注意好不好？那个抽水机如果干了以后，你都没有水，你再怎么摇都没水，然后摇下去呢，把它压下去，它弹回来打到脸。我小时候就这样子，结果呢，我把那个抽水机上面灌水。一灌下去，在摇的时候，它再灌下去，再灌下去，然后灌下去的时候，水一出来以后呢，你怎么摇，一水都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了解吗？那个恩典先给他，对方领受了真正的爱，真是恩典，而不是百般苛求，想要改造人，想要把人扭曲，想要把他变成这样，这是很糟糕的。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把这些以色列人变成什么人看为是破铜烂铁，拍打在骨下了啊！结果他把它重新聘礼，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不从这些画面来看呢，我们看不懂，就这样过去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从他们转为你，语气更加的直接。这画面呢，从平安谈到分配，都说明了这一段跟前面是紧密的关联。来，我们看了2章14节。2章14节里面说，他要劝导他，领他去旷野，说安慰的话，有没有？这是1对1，所以上帝跟以色列人全新关系就变得很具体，了解吗？很具体。前面讲的都是我要劝导你，要安慰，要什么什么。现在说不，我要聘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化成行动。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年轻人不轻易许诺？因为他不想许诺，所以他就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不会失去。我好多朋友就一直恋爱，等到女的说：“那你什么时候娶我？”他就跑掉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认识好多人呐、啊。这跟他恋爱都对方说好，我愿意，你可不可以？他就跑掉了，一个给我跑。我认识一个人就跑了5次，哇，第6次的时候你不要再绕跑了啦。结果他最后找到一个真的更的别更真的被被他折磨得要命。他还结婚那一天，我还跟他讲说：“你不要进来像捡到的，出去像丢掉的。”我说这个婚姻不愿意承诺。这里上帝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前面讲的话
他现在用具体的聘礼、承诺、实践。好，那到底哪一个重要？到底哪一个重要？甜言蜜语重要还是承诺重要？甜言蜜语是第一里路啦，承诺要走的是第二里路了。我们这个礼拜松柏读什么？约翰一书3章18节，还会背吗？我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乃要在行为跟诚实上，了解吗？请问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请问要不要用言语跟舌头？要不要 ？Not only 强调了把它 also， 但是 not only 是前面的 ，not only 是第一里路呢。所以做丈夫的，拜托啊，对太太要怎么样？甜言蜜语做父母的对儿女呢，甜言蜜语，了解吗？孩子如果很晚回来，跟你约8点回来，结果2点才回来，你急得要死，一打开门要怎么说？亲爱的1、2、3、4、5，妈妈等你等得好辛苦，妈妈好爱你，好想你。这样讲的时候，请问孩子会怎么样？妈妈好担忧，妈妈都要哭了。结果孩子说：“卖哭了，我下次早一点回来了，你不要担忧了。”他讲的比较有用，还是你讲比较有用？他自己讲的比较算数嘛？同意吗？然后我们教会以前我们教会还有一个人说什么样？他每个孩子一回来哦，他气得要命，他马上说怎么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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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回来了！全家都拍手哇去抱。然后她跟老公就争着去抱孩子，其实是气得要死，但是嘴巴就给你转变，那个甜言蜜语也重要，但这里承诺呢更重要，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讲的真理，耶和华亲自示范。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乃要在什么行为跟诚实上。所以在这里呢，用那个具体的就很清楚的讲解了。所以你看2章16节，你看耶和华说到那日，你必称我一许我的丈夫，不要称我巴力。这个新的名字就表示联合更亲密，而这时候呢，就把它进入婚姻里面，你侬我侬。可见基督教的那个犹太人跟基督教婚礼的重点是结婚以后继续谈恋爱。那我们的文化呢？我爸妈都笑我们说：“您这热恋能不好了？您这热滚滚到尾啊嘞，转啥呢？转下当不温管来底保温瓶啊，就慢慢的怎么样？淡了。我爸爸妈妈他们当时订婚了，还没有见过面。人家说您当来啊，你不来，他们两个都抖起来。可是他说，我们是结婚以后才开始熬，越熬越怎么样？越熟越烂，然后越亲密其实圣经的说法是，以撒见到利百加，他看到他以后就从此以后就爱他，有没有？就是这样的观念，好，我们来看第3个画面。这个第3个画面也很精彩，叫5重聘礼的画面。耶和华付给他的新娘子5重聘礼。还有人就说，那耶和华到底付给谁啦？了解吧？付给谁了？其实上帝是以色列人唯一的父母啦。这些名词在强调上帝把一切的恩典都给予立约所需要的东西啦。好，所有的约应该是忠诚的，是双向的，所以他就给他们，他要彰显他的完全丰盛的恩典。好，他给他5种聘礼。如果我们的婚姻里面都有这5种聘礼，多美好！好，第一个聘礼是仁义，我们圣经把它换作仁义，其实没有仁这个意思是公义啊。意思就是上帝按他的忠诚本性的立约关系，意思就是上帝立了约以后，他就用他的能力、信实跟正直来对待人，随时对人伸出援手。这是上帝也要求人对无助者伸援手了，意思是说我聘你为妻以后，我永远保护你，永远珍惜你，永远陪伴你，我永远对你伸出援手。哇，这种关系就很棒，所以他一定保护他免于敌人的攻击，竭力为心腹伸冤、申辩跟拯救。这个公义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第2个，他聘他的时候用公平。在盟约之下，
是双向的责任跟权利义务。我记得我要离开荣光堂那一年哦，那个涂瑞林请我去那个我们图书馆的总馆呐、那时候有580几个人来听我们 panel discussion。当时那个高一的精神科主任，还有我，还有高师大的校长，我们3个在谈到那个婚姻里面那个亲子关系的时候，结果最后一个妈妈站起来说：“陈牧师，你看我们这500多人，我算过了，男生只有50几个，9比1。你们怎么不叫那些做爸爸的、做丈夫的负一点责任？为家庭都是我们这些妈妈、这些做妻子来付出。”我们单方面付出的很苦嘞。那个妈妈这样讲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汗颜。上面讲的你们3个都男生，结果都讲给我们女生听。那个妈妈很有女性意识啊，我听了真的汗颜。真的，我们这些男人哦，你知道吗？如果为了公司哦一个要求哦，中午就办读书会，拼老命阅读，对不对？研究、研习、受训。可是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丈夫说：“哎，我现在要做爸爸了，赶快进修如何当爸爸？”结论没有了，黑龙不为了。我有几个朋友当教授，我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弄？”陈牧师跟我太太讲，那是我太太的事。就这样子单向的，所以这里讲的公平呢，意思就是耶和华跟他子民的盟约，双方都有责任跟权利，都有责任跟权利。所以，上帝的作为不不随性，不任意妄为。所以，当上帝的子民顺服真道的时候，上帝就敬重他们；当他们行邪恶的时候，他必管教。所以，公平就是意思在这里。不要想说只贪上帝的，上帝有恩典啊，我就糟蹋他的恩典，不是这样，要公平。好，第3个是慈爱。慈爱这个希伯来文叫 hesed， 意思立约的爱，恒久不变的爱。在盟约中，上帝对我们委身的爱，这个就是约跟忠信这2个是相辅相成的。意思是说，上帝说话算话这个爱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爱训里面第1句，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很多人以为恒久忍耐就是爱的是忍耐个动不了，你知道忍呢是心智上面一把刀啊，对不对？最引告加怪阴喜啊，也阴喜的，不是这个忍呐。忍的意思是 everlasting， 意思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持续的爱啊。我们最近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就大发飙，才4岁多就大骂他的妈妈说：“妈，你不爱我了，妈，你只爱弟弟了，你都很恨我，是不是讨厌我？”他妈妈就跟他辩论说：“为什么我都很爱你？”不一直骂，结果2个对骂，常常这样一吵就吵1个小时。我跟他讲说：“你这样没有用啦，要怎么办呢？”妈，你都讨厌我，虽然你认为我讨厌你，可是妈妈还是爱你。妈，你都爱弟弟，可是妈妈爱弟弟，但是妈妈更爱你。你就是说谎，你认为我说谎，我还是爱你。我说这样讲哦，对啊，我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因为他在骂的时候在讨爱嘛，你就爱给他嘛。他说这么可恶，我怎么还爱他？我说没关系，就爱他。结果他回去，他说有没有效？有啊，他说他超有效。这样讲的话，以前吵1个小时，现在1分钟就解决了。前天我又遇到他说真的，牧师这1分钟呢，这个1个礼拜以后他就平静了。爱是有件事，上帝就是用这种慈爱的爱我们。好，第4个是怜悯。怜悯是发自内心对人的怜爱激情，所以怜悯是里面充满着温柔仁慈，特别对软弱有困难的人表示怜悯。这个字的字根就是希伯来人的字根是跟子宫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是那种母爱那种深层的感情。这个大部分都在指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越来越像上帝，我们对人就产生怜悯的心，而不要恨恶。有一些人很可恶，你知道吗？如果你假设我的爸爸一直羞辱我、贬义我，或者我老板一直骂我、羞辱我，像我的话，我就会产生怜悯的心。为什么？因为那些长者会伤害我，他基本上是受伤的人，同意吗？他是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他没有反省力，他最痛恨人家对他伤害这么深，可是他把人家对他的伤害 keep 住，然后呢 hold 住了以后呢，就在那边用唱片在那边跳针，在重播那个伤害的那个，所以他越骂越羞辱的时候，他有没有快乐？一点不快乐，而且他旁边人又跑得光光光，跑得远远的，结果他更孤单，所以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怜悯，这样了解吗？一个受害者变成加害者，没有反省力，而且他每次发泄的时候，其实他在重播他当年受伤害的画面，这个人更值得怜悯啊！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受伤了，了解吗？我才不跟他一样呢。好，第5个诚实是上帝的信实、可靠、正直、忠实，所以上帝始终一贯。哎，请问上帝用这5种聘礼，表示说上帝真的有恩典、有怜悯，这么美的聘礼，好有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聘礼的礼仪是针对处女的。这里看到上帝将旧事一笔勾销，把以色列族当作傀儡一样，重新这样看待，好奇妙！他把上帝的属性用5种来修饰这5种聘礼。好，第4个画面，第4个画面是什么？第20节的最后半节，就是你就必认识我。这是新娘回应的画面。这个认识的希伯来人叫亚大，表示跟上帝是十分的亲密，而且很直接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就是创世纪4章第1节的，好，然后彼此委身。所以当一个人被爱、被聘、被什么不，他这个人虽然这么邋遢，但是上帝亲眼看中他、验中他，这样子。我有一次我当台大团契当辅导的时候，我在怀恩堂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喝醉酒冲进来，我全身脏到什么地步？然后那个全身从西装脏到什么地步？然后喝醉酒全部酒味，一冲进来拿着酒瓶，要来布道会闹场，他家要吼叫。你知道我当招待，我当辅导，我看到他做什么，你知道我什么反应吗？我说：“哎，欢迎你！”就握手，然后就抱他。我一抱下去，我的白色的衬衫变成黑色的，一抱下去，然后那整个那个酒味这样冲进来，我就抱着他说：“哎，欢迎进来，欢迎进来！”我就带他来。结果呢，伸手不打笑脸人，他本来来闹场的，结果看到结果他也看到我那个白色的那整个衬衫全变成黑褐色的，这样搭着他，我就欢迎他进来。一进来的时候就揪着他，哎，我带你陪他翻圣经跟那个诗歌。结果他就站起来说：“哎，我去找我太太来，然后就溜走了。”那天晚上本来在闹场，他眼睛全部都充满了红丝，然后酒臭味，然后3字经、5字经、7字经、13字经，就一路这样讲不停。结果没想到我是这么欢迎他，他很不好意思。请问，当你的儿女，当我们的配偶对我们伤心欲绝的时候，我上礼拜有告诉我们说，重新追回来。不要再计较他那个，那这是这个基础就这样子。好，所以以色列民就透过这个聘约，就把耶和华当丈夫、当上帝来对待。认识耶和华的核心就是对圣约忠诚跟顺服。换句话说，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典要以恩报恩，得到上帝的爱要以爱还爱。换句话说，这段圣经意思就是这5个聘礼，我们用这样来对待自己，我们用这样来对待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好，那我们就来看来第一个公义，我们来先看来公义，就刚才讲的那仁义。公义就是以色列能够持守圣约的要求，并且帮助公义的意思是帮助社会那些无助的贫乏者。我好感动，那个小港卫理堂才40几个人。可是他们去接一个叫做那个失亲儿协会，以小港卫作战，结果他们就去接待了多少人，你知道吗？40几个，那个都是爸爸死了或者妈妈死了，接待这几个来，你知道这40几个参加接受他们那个救助，现在有20几个来教会了，然后他们又去帮助那些最弱势那些长照的。我说那长照的躺在那里怎么站？他说没有，有些会站的，有些用轮椅的。
你知道吗？他们还关心1年而已呢，100多个，现在有20几个，就是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了呢。关心啊，这些来啊，有人说啊，这些人有什么用？不要这样的，每一个灵魂都很有用啊，在神那边都宝贵了啊，就用这样来善待人。好，这叫做公义。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这个也蛮特殊的哦。来，我们看一下，你公义善待了以后，第二个叫做公平，意思就是以色列人要保障团体每一个成员的权利，让每一个人这个社会要合理跟公平。其实我们台湾哦，请大家为我们的年金改革祷告。全世界所有的年金呢，都保障基本生活费而已。然后呢，你要领多，那是你个人的事，你就存款多买更多的保险嘛，不是政府帮你买啦，那国库整个这样过来了。可是我讲这种话哦，对我们班上的公务人员哦，他们就骂我整天接到赖我们班上同学那样，就整天我也算了不要讲。他们常常跟我讲说，陈启凤，你知道吗？我52岁就怎么样？退休，周休7日，月领7万5，我们夫妻15万，常常很得意在跟我讲这个。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明年我们的同学会到维也纳，我说你去吧，我怎么去啊？啊，那么便宜，对不对？去维也纳2个礼拜才十几万，啊，对他们来说太可容易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那个，然后一直讲政府不公义，怎么可以砍我们？一整天骂。其实那是保障最低生活啦。啊，如果他们要的话，当然他们一直买保险嘛，或者买各种的这来做。好，公平是保障每个人活下去，但不是保障你很有钱，保障你你可以很富有，然后别人受了很苦。OK， 这种观念哦，基督徒要有，因为2种人最难搞，请注意，我们也包括其中之一。第一种人叫既得利益者，第二个叫既得观念者，我们都很难打破。你还记得我们跟松伯讲说我们要相爱，用言语表达，对不对？从头到尾一个人一直反对，他说我们东方人没有这个了。我说你不要管东方人，不要这圣经的话，了解吗？圣经的话我们就去遵行嘛。你不要讲那东方的观念、中国人的观念、台湾人的观念，我说都不要管了。神的话我们就去遵行嘛，同意吗？对不对？而且我跟他讲说，耶稣基督、耶稣12使徒都东方人呐，没有一个西方人呐，了解吗？保罗也是东方人呐，而且都是亚洲人呐，你知道吗？耶稣基督跟12门徒都亚洲人呢，而且东方人呢，真的神的话语。好，这个公平呢，好了，第3个恩慈是用自发关心人，恒久的做有建设性的事。如果我们这些领受神的爱的人都用这样，好，诚实呢，意思就是恒久不变的信守上的应许，而履行这个义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用神的恩典领受了，我们就以恩报恩；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爱，就以爱还爱。这是叫做什么？你就必认识耶和华。5种聘礼，我们就把它活出来。尾声啊，双向的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何西阿这两个段落，给我们看到双重的恩典。主啊，你为以色列人带来和平跟安息。主，你也重新聘以色列人为妻。主啊，你也在我们身上做这个改造之恩。主，帮助我们领受了这5种聘礼，我们也把这5种聘礼委身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公义的教会、公平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来参与我们教会的事工，公平的承担，也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公平的家庭、公义的家庭，是一个恩慈的家庭、怜悯的家庭，也是一个诚实的家庭。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